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十分好書，一個結合 AI 工具嘅閱讀試身室，每日10分鐘，輕鬆揀出最啱你嘅好書。你覺唔覺得由細到大，我哋都係被訓練成一部去答案嘅機器？讀書嘅時候，老師問問題，我哋要爭住舉手答標準答案，答得越準確，分數就越高。出到社會做嘢，老闆派任務落嚟，我哋要第一時間交出完美嘅解決方案，展現自己嘅工作能力。甚至乎人生遇到迷惘，我哋都會習慣性咁上網往懶人包，或者去書店買啲教人點樣成功、點樣發達、點樣養到真愛嘅天書。我哋好企圖喺人哋嘅經驗入面，直接抄一個標準答案落去自己個人生度。但係現實往往係，當你照住人哋個答案去行，點解心入面嗰種空虛同埋焦慮依然揮之不去呢？點解結咗婚、買咗樓、升咗職，照住社會嘅標準答案交足功課，但係每朝早起身返工嗰陣，依然會覺得人生好似欠缺咗啲乜嘢咁？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呢本書叫做《55個刺激提問》，作者係知名嘅國際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兼作家褚士瑩。呢本書唔係一本俾答案你嘅心靈雞湯，而係一本要打破我哋凡事求答案慣性迷思嘅哲學指南。作者話俾我哋知，人生根本就冇一本標準嘅天書。與其不斷向外尋求別人俾嘅答案，不如學識向自己提出好嘅問題。因為一個好嘅問題本身就充滿住強大嘅力量，佢可以好似一把利刀咁，剖開你日復一日嘅麻木，刺激你去重新思考自己真正想要嘅人生。第一部分，點解我哋越嚟越唔識問問題？喺進入書入面嗰啲刺激提問之前，我哋首先要了解一下，到底點解現代人越嚟越喪失咗發問嘅能力。作者指出，我哋生活喺一個資訊爆炸嘅年代，只要打開手機，搜尋引擎同埋人工智能，可以喺0.01秒之內，俾出千千萬萬個答案你。我哋太容易得到答案，結果大腦就變得懶惰，慢慢失去咗獨立思考同埋自我詢問嘅本能。更加深層嘅原因係我哋嘅社會文化其實係唔太鼓勵發問嘅。細個嗰陣，如果你問埋啲古靈精怪嘅問題，大人可能會覺得你駁嘴，甚至叫你唔好問咁多，總之聽話照做就得。喺職場上面，問得多問題嘅員工，好容易會被標籤為麻煩製造者。喺呢種氛圍之下，為咗融入群體，為咗顯得自己合群同埋正常，我哋學識咗收起自己嘅好奇心，順從主流嘅價值觀。久而久之，我哋就會變成哲學上所講嘅哲學僵屍。即係話，表面上睇落去同正常人冇分別，識得食飯、返工、交際應酬，但係內在已經停止咗思考。遇到人生重大嘅抉擇，例如轉唔轉行、結唔結婚、移唔移民，哲學僵屍唔會問自己內心最深處嘅渴望係乜嘢，而係會問身邊嘅人點睇，或者問網上嘅大數據點樣分析。作者褚士瑩本身亦都係一位受過專業訓練嘅哲學諮商師。佢喺輔導過無數迷茫嘅現代人之後，發現好多人嘅痛苦其實都係源自於未經反思嘅生活。佢哋將父母嘅期望、社會嘅標準、世俗嘅眼光誤以為係自己嘅追求。直到有日遇到中年危機，或者經歷人生重大打擊，先至猛然發現，原來自己一直喺度為別人而活。而要打破呢種哲學僵屍嘅狀態，唯一嘅方法就係透過刺激嘅提問，喚醒沉睡緊嘅自我意識。第二部分，直擊靈魂嘅刺激提問。咁到底乜嘢先至算係一個刺激嘅提問呢？作者喺書入面準備咗55個涵蓋生活各個層面嘅問題。
呢啲問題無絕對嘅啱同錯，但係每一個都可以令你停低腳步，陷入深深嘅反思。等我揀幾個最能夠引起共鳴嘅核心問題，同大家一齊探討下。作者提出嘅第一個刺激提問係：如果你冇咗依家份工同埋張卡片，你仲係邊個？呢個問題對於好多香港人嚟講，真係一劍封喉。我哋平時識新朋友，第一句通常都係問你做邊行啊？我哋好習慣將自己嘅身份價值同職業、職銜甚至係人工掛鈎。如果你係醫生、律師或者大公司嘅管理層，你行出嚟都會充滿自信。但係作者提醒我哋，職業只不過係你喺社會上面扮演嘅其中一個角色，佢並唔等於你嘅全部。試下想象，如果你聽日突然被公司解僱，或者你去到一個無人認識你嘅荒島，你身上所有嘅社會標籤都被撕走晒，剩低嗰個赤裸裸嘅你，到底係一個點樣嘅人？你仲有乜嘢興趣？你嘅性格係點？你重視啲乜嘢價值觀？如果你答唔出，咁就代表你一直以嚟都係用工作去掩蓋內心嘅貧乏。呢個提問迫使我哋去建立一個唔依附於外在條件嘅核心自我。當你清楚知道自己本身嘅價值，你面對職場嘅起跌嗰陣，就唔會咁容易崩潰。去到第二個好有啟發性嘅提問，就係你想要嘅嘢，到底係想要定係需要？喺資本主義同埋消費主義嘅洗腦之下，我哋好容易會將慾望當成咗必需品。見到人哋換新電話，我又覺得自己部電話好慢；見到網紅去歐洲旅行打卡，我又覺得自己放假唔飛一轉就好對唔住自己。買樓更加係香港人畢生嘅追求，好多人為咗供層樓做足30年樓奴，犧牲晒所有嘅夢想同埋自由。作者問大家：你係咪真係需要一間千幾萬嘅私樓先至可以有安全感？定係因為身邊所有人都有，所以你覺得自己都要有？想要同埋需要雖然只係一字之差，但係背後代表住完全唔同嘅人生態度。需要係為咗維持生存同埋基本嘅生活品質，通常好容易滿足。而想要往往係為咗滿足虛榮心，填補內心嘅空虛，或者係迎合社會嘅期望。呢種慾望係無底深淵。當你下次想做一個重大消費決定，或者想追求某個世俗成就嗰陣，試下用呢個問題去過濾一下。你可能會發現，原來自己真係需要嘅嘢好少，而因為搞清楚咗呢一點，你反而會獲得前所未有嘅財務同埋心靈自由。第三個非常尖銳嘅問題係，如果保證一定唔會失敗，你會去做啲乜嘢？呢個提問直接指向我哋內心嘅恐懼。好多時，我哋之所以留喺一個唔開心嘅工作崗位，或者留喺一段有毒嘅關係入面，唔係因為我哋中意，而係因為我哋恐懼未知、恐懼改變帶來嘅失敗。我哋個腦會自動生成1萬個唔可行嘅理由去嚇自己。但係當作者將失敗呢個選項拎走，假設你有一個必勝嘅魔法，你嘅答案往往就係你內心最真實、最熱烈嘅渴望。可能係去學畫畫，可能係自己創業，開一間咖啡店，又或者係去環遊世界。當你嚟到呢個答案之後，作者進一步挑戰你。既然你已經知道自己真正想做嘅係乜嘢，咁點解你要任由對失敗嘅恐懼去綁架你得一次嘅人生呢？失敗真係有想象中咁可怕嗎？就算真係失敗咗，學到嘅教訓同埋經歷，難道唔係比行屍走肉咁過一世更加有價值嗎？呢個提問可以極大咁擴闊你嘅人生視野，令你重新審視風險同埋機會嘅定義。第三部分，將提問變成人生嘅導航儀。明白咗呢啲提問嘅震撼力之後，我哋應該點樣將提問變成一種實用嘅生活技能呢？
作者強調，哲學唔係一門高高在上，只係留喺書本入面嘅學問，而係一種可以應用喺日常生活入面嘅思維工具。要做到呢一點，我哋可以練習借用蘇格拉底嘅對話法，即係透過不斷詢問去剝開事物嘅表象，直達核心。喺現實生活入面，當你面對困難或者負面情緒嗰陣，唔好急住去許解決方法，而係要先問自己點解，而且唔好只係問一次，要連續問自己5次點解。例如，你覺得好唔中意依家份工，好想辭職，你可以問自己點解我想辭職？答案可能係因為老闆好奄尖，跟住再問點解老闆奄尖會令我咁痛苦？答案可能係因為我覺得自己付出咗好多努力，但係得唔到認同。再問落去，點解我咁需要老闆嘅認同？可能去到呢度，你會發現原來核心問題唔係份工本身，而係你一直以嚟都將自我價值建立喺別人嘅評價上面。就算你轉咗一份新工，如果呢個底層邏輯唔改變，遇到下一個老闆，你依然會面對同樣嘅痛苦。透過不斷自我提問，你就可以將問題由外在嘅環境拉返去內在嘅心智模式。只有睇清楚問題嘅真面目，你先至有機會真正解決佢。除此之外，建立提問嘅習慣，亦都可以幫我哋喺呢個資訊氾濫嘅時代，保持清醒嘅頭腦。每日我哋喺社交媒體接收大量嘅新聞、觀點同埋大風向嘅言論。如果缺乏批判性思考，我哋好容易就會變成別人情緒嘅擴音器。下次當你睇到一篇好煽情嘅文章，或者一個看似權威嘅專家建議嗰陣，試下停一停，問3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，呢個係事實定係觀點？第二個問題，講呢番說話嘅人背後有乜嘢既得利益？第三個問題，如果我接受咗呢個觀點，對我有乜嘢影響？當你習慣咗用提問去過濾資訊，你就會建立起自己一套堅實嘅個人哲學。你唔會再輕易被外界牽住鼻子走。遇到道德兩難或者價值觀衝突嗰陣，你亦都可以從容咁根據自己嘅底線去做出選擇。提問其實就係幫自己嘅人生建立一個專屬嘅導航系統。第4部分，總結同行動呼籲。總括而言，《55個刺激提問》呢本書帶俾我哋一個非常深刻嘅醒覺。人生最悲哀嘅唔係唔到答案，而係由始至終都冇問對過問題。作者曹志瑩透過一連串直擊靈魂嘅哲學淺問，迫使我哋面對自己內心嘅恐懼、慾望同埋盲點。呢本書唔會俾到一個即食嘅成功秘笈你，但係佢會俾一套掘金嘅工具你，等你親自去發掘隱藏喺自己心靈深處嘅寶藏。只要我哋保持好奇心，勇敢咁向習以為常嘅生活開刀發問，我哋就能夠慢慢撕去社會貼喺我哋身上嘅標籤，活出一個真正屬於自己有血有肉嘅人生。呢本書非常適合嗰啲正處於人生十字路口，面對升學、就業、婚姻抉擇而感到迷茫嘅朋友，亦都好適合嗰啲覺得生活好枯燥，好似困咗喺一個無限輪迴嘅死胡同入面，渴望尋求突破同埋人生意義嘅人。如果你已經厭倦咗聽別人講大道理，想同自己進行一場深刻嘅對話，呢本書絕對係一個完美嘅起點。今日為大家準備嘅行動建議非常簡單，但係威力強大。等陣睇完呢條片之後，請你攞出一張紙同一支筆，寫低你目前生活中最煩惱嘅一個問題，然後針對呢個煩惱，連續問自己最少3次點解。唔好俾表面嘅借口停低你嘅思考，一直掘落去，直到你啟動嗰個令你覺得有啲唔舒服，甚至想逃避嘅核心原因。
當你誠實咁面對咗嗰個真正嘅答案，你會發現原本困擾住你嘅煩惱，其實已經解決咗一半。最後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喺你過往嘅人生經驗入面，有邊一個問題係曾經令你徹夜難眠，但係最後迫使你做出咗一個重大改變嘅呢？你依家又有冇勇氣再去面對呢啲刺激嘅提問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，分享你嘅反思同埋經歷，等我哋一齊喺提問之中互相啟發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請俾個 like 同訂閱，亦可以使用 Super Thanks 支持我哋，繼續製作好內容。